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网约車租車業務又一個商業模式泡沫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最近網上有很多新聞一夜之間成千上萬台9成新的新能源汽車被直接扔進荒郊野外停車場實际上也不是正經的停車場，反正就是空地，鑰匙不上锁，車門隨便開。曾經身價千萬的网約車車隊的老板們，現在寧願徹底破產，淪為老賴，也要連夜鋪蓋提桶跑路。這到底怎麼回事呢？為什麼以前日進新的這種網約車租車業務，現在卻成了這個棄之如敝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過。以前我記得在上海有很多人他買2輛網約車，一輛自己開，一輛出租，有的是3輛4輛，就個人。那還有組織車隊，对不对？還有这個本金更大的那個租車公司、租賃公司、網約車出租公司，那就是應運而生，如火如荼，對吧？非常的興旺發達。為什麼？是因為能賺錢，能賺錢，所以很多個人，對吧？自己買一輛自己開，完了還要買2輛3輛出租。那現在為什麼這個網約車現在被扔進了荒郊野外，而且都是9成新的？而這些曾經身價千萬的網約車車隊老板們，提桶跑路，公司也不要了。實際上就是一個生意模式在當下又破裂了，這個模式不成立，泡沫破裂，又是暴雷所以說現在經濟下行，各行各業都在暴雷，而且有的雷爆的我們看不見，因為它跟我們消費者沒有直接關係。我們看不見不代表它不在暴雷悄無聲息的在暴雷。這個網約車就是這樣，從日租金500的暴利神話，到日租金50元依然無人問津。這場席捲全國的網約車棄車潮，就是不要了，棄車把車不要了，究竟有多血腥？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分析一下，看一看這場集體跑路的慘劇。一個行業又走到了終點。要想知道現在這個行業多慘，那麼我們還要看這個行業當時是為什麼有多麼瘋狂。正因為它瘋狂，所以資本，對吧？所以大家才會削尖腦袋進來。那這個行業最瘋狂的時候，就是2018年到2021年，這叫網約車的黃金時代。網約車租賃實際上網約車租賃它就是一個拿金融槓桿當印鈔機的資本遊戲。簡單的說任何資本遊戲都是銀行给你借錢，然後你怎麼還錢呢？對吧？你得有可持續的現金流來還它這個銀行的利息。只要你的現金流能覆蓋的銀行的利息，那麼你這個生意就是成立的。而你呢，啟動資金只是一點點，對吧？就是首付。所以說這個生意就有點像買房，你那個房子是500萬一套，你首付20%，實際上你只掏了100萬，剩下的每個月交2萬的按揭貸款。然後只要你工作的你的工資吃喝拉撒除外超過2萬，你這個遊戲就能玩下去。你只花了100萬，对吧？就擁有了500萬的房子。那把這個套到這個網約車租賃這個行業是一個邏輯。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利用了金融槓桿。然後呢，我們牛馬是靠自己上班賺那個窩囊費來還按揭貸款，汽車租賃公司呢是把這車租出去，讓這些網約車司機，对吧？他們來做牛馬去跑，賺來錢。所以說汽車租賃公司就賺這個租金。那網約車司機賺什麼呢？他就賺他每天跑的收入，再扣掉這個租車的錢，再扣掉他的成本，比如說這個充電吃喝拉撒，還有錢賺。那這個模式它不就成立了嗎？那個時候哪怕是一個口袋裡沒有幾個錢的車贩子，只要注冊個空殼公司，就能玩起空手套白狼的暴利模式。也就是說，我們印象中你做什麼生意都要本金，對不对？你要開個200輛車的這個網約車租賃公司，那你這多少錢呢？你想象一下，實際上不需要這就是金融遊戲，空手套白狼。這空手套白狼的就是暴利模式
老板們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錢買車，他們直接对接啊融資租賃公司或者車企。實際上很多車企自己就有這樣的公司，對吧？叫融資租賃，或者是對吧？他自己下面一個白手套，把所有的車賣給這個白手套，这個白手套再想辦法把這車整到啊下面這些網約車租賃公司去，靠着零首付或者極低的首付，成百上千台的按揭提車，一台10萬元的新能源汽車，每月向金融機構償還按揭月供只有2000元啊，只有2800元呢，就是什麼意思？就是一輛10萬塊錢的車啊，你可以做到這首付恐怕就是1萬塊或者幾千塊，然後一個月你只要還2800就行了。在當年極度火爆的市場上啊，你要知道剛開始網約車是很火的，車隊老板轉手就能把車以每月5000到6000元的高價租給網約車司機。那麼你看啊，對老板來說啊，他這個車一輛車他每個月只要還2800就行了，但是他租給網約車司機是5000，那他淨賺2200，一輛車一個月賺2200。那麼如果一個車隊啊200輛車，那是不是輕輕鬆鬆就一個月50萬，小50萬，對吧？很輕鬆啊，一個月啊，這就坐在那不動啊，他不用動的啊。這個還不算各種返點，比如說你從廠商把車提出來了，你一下提200輛，那廠商還得給你返點啊，對吧？廠商給你好處啊，各種打包的，對吧？大禮包，這都不算。然後你這些車要上保險的話，保險公司是不是還得給你返點？這個車要維修的話，到定點地方維修，維修廠是不是還要給你返點？是吧？這都是錢呢，這錢都不算了啊，是吧？就算這個按揭貸款和租金之間的差價，這不就是跟我們買房子租房子一樣，租售比嗎？對吧？你花了500萬買的這房子啊，100萬首付，你按揭貸款一個月才1萬塊，結果你這房子租出去1萬2，你不就坐在那白掙2000塊嗎？還多了個房子，對不對？這是一個邏輯啊，生意都一樣。好，這些車隊老板呢，一個個發的不要的，這裡面還有一筆錢，就是他這個有人就說，那你那個車，你好歹首付還是付了的，沒毛病啊，首付是付了，但是你這個車租給網約車司機的時候，你是不是也從網約車司機那收押金啊？一樣的啊，你這個車你給銀行再交1萬塊錢首付，你跟那司機要押金差不多要2萬吧，或者要1萬，對吧？別管要2萬，你還多出錢出來了，要1萬，那你相當於你沒出錢。要5000呢，5000的押金，那相當于你只掏了5000塊錢買了那麼多，對吧？買一輛車啊，所以說網約車司機還得給你交押金。這種拿司機的租金來養槓桿，拿槓桿來滾規模的資金飛輪，在短時間內膨脹了無數個百萬富翁。但是啊，所有的依賴槓桿維繫的暴利都建立在末端司機能夠持續賺錢的幻想之上。我們按房地產來說啊，這一切我們都要寄託在這個租金上漲，租金上漲要寄託在租這個房子的人他的工資是吧？要上漲，他的工資不能降吧？他不能失業吧？哎，那這個遊戲是不是就玩下去了？所以你看啊，這個網約車公司，哎，他自己沒掏什麼錢，他通過金融租賃公司，他通過車企，對吧？什麼租賃公司，這種金融公司，他把這車以極少的首付車拿過來，再把車抵押給銀行，對吧？讓銀行給他貸款，他每個月一輛車還2800，這麼個模式。然後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車全部順利的給他租出去，找那麼多網約車司機來。而在2018年、19年那個時候，網約車司機也不缺啊。完了之後，網約車的生意非常好，他把車只要租出去，一輛車5000塊、6000塊啊，然後他就是坐在那賺錢、數錢，這都不算那些零碎了啊。然後呢，網約車司機也能賺到錢，對吧？那個時候網約車沒有飽和啊，一個月賺個1萬塊很輕鬆啊。然後把這5000還掉，他淨賺5000，這最起碼的淨賺5000。網約車司機也沒掏錢，對不對？他只掏了個押金壓在那兒，我什麼時候不開了，押金還給我，是不是這個鏈條就成立了？龐氏騙局啊，實際上就是當你進來的錢大於出去的錢，這個龐氏騙局它就成立，源源不斷，對吧？只要你進來的錢比出去的錢多，它就不會暴雷，它一直玩下去。那麼這個網約車租賃業務就是這麼個業務，雖然這中間付出了很多勞動，比如說平台給你提供什麼，對吧？
網約車平台，然後這個司機也付出勞動，這一切，這個勞動這一切都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反正你確保進來的錢比出去的錢多，留到網約車車隊老板這兒的錢比老板付到銀行的錢要多，這個遊戲就可以一直玩下去。留到網約車司機這兒的錢比網約車司機給網約車公司交的租金这要多，那這個網約車司機這個遊戲就能玩下去，对吧？没毛病吧？但是現在這個為什麼玩不下去了呢？大量的網約車租賃公司90%現在車都不要了啊，直接棄車，人老板跑了，銀行你愛找誰找誰去，反正我不玩了，這不就是暴雷嗎？現在大家在網上看啊，很多這樣的新聞。我們一直說啊，對吧？碼農沒地方去，碼農這個最後一站，碼農的蓄水池就是網約車和這個送外賣，結果網約車這就出事了。為什麼出事啊？所以剛才說的2個環節出了問題。最主要的環節就是，首先第一個，網約車司機他不賺錢了，網約車司機不賺錢他就退車，對吧？這很簡單，我交了押金，我開1個月開下來，我賺不了2000塊錢，對吧？我雖然跑了我這個月的這個到手看啊有1000塊，1萬塊，但是我把我吃喝什麼成本一去掉，再把交給出租車公司的5000去掉，我沒有錢了，那我還開網約車幹啥呢？我不如去送外賣，對吧？都是開10幾個小時，送外賣比開網約車還好點吧？送外賣比開網約車要自由一點啊！你開網約車往車上一坐，你上廁所都難。送外賣對不对？你窜哪兒去上個廁所？他不膀胱啊！而且你看，他動不動就要去店裡取餐，對吧？然後就給那個爬樓梯或者坐電梯送餐，這都是在運動啊！就所以說送外賣的不容易有職業病，那個開網約車都有職業病啊！到晚年啊，都得拿錢去換藥。年輕的時候是拿身體換錢，等到退休就是拿錢去換身體，那必然的啊！不是腰間盤突出，就是頸椎有問題，要麼就是膀胱有問題，对吧？要麼靜脈曲張，一大堆病啊，都是職業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那你說送外賣的比這個開網約車要強，那開網約車的就不開了，他去送外賣去了，那網約車就租不出去，老板。我剛才說了啊，這個租車公司它這個能賺錢模式就是建立在它這車必須能租出去，哪怕便宜點嘛，不行，你4000租出去，對不對？4000不行，3800，現在是3800你也租不掉，為什麼呢？那有人就說了，為什麼3800呢？你2800不也行嗎？2800老板就不賺錢了，因為老板他不是一個人，他好歹還養個團隊啊，對吧？還有管理呀，還有招商啊。你說網約車司機總不能自己上門吧，對吧？那肯定是招商招來的，對不對？各種招商，所以他有員工啊，所以一開門他也得花錢，对不对？所以說，當他每輛車租金低於某個數值，在這個數值，比如說3800，低於3800他就賠錢了。而現在3800他都租不出去，人家網約車司机都不租3800，我租了之後我不賺錢，所以他是不是這個模式就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所以就暴雷。老板一看，對吧？那什麼原因導致的呢？實際上就這麼幾個原因啊。首先一個，對吧？我們說大環境的肯定是經濟不行了，經濟下行，打車的已經到了一個頂峰了。就是我們就其實大家可以看那個報告啊，比如滴滴啊，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出行公司的報告，我們這個網約車訂單量增長到頂，它不再增長了，後面恐怕就要下滑了。所以這個市場是馬上要萎縮，蛋糕已經到了極致，開始往下縮了，這麼個階段。而同時呢，有大量人失業，是吧？網約車司機還在往裡湧，那也很多人他不租啊，他自己買的車，對不對？他買了20萬的車，他拿這個車去改一下，改成網約車，是不是？注冊一下，自己帶車進來跑了，這樣的人越來越多，那就擠壓了那個租車的空間。本來訂單就在萎縮，是吧？訂單增速不及預期，競爭的人還多，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啊！你看深圳什麼各地都發這個網約車飽和預警，網約車平均訂單只有10幾單啊，對吧？我記得深圳發了一個通知吧，說網約車平均只有11單，那你說說，當然了，你這裡面有很多人他是那種，他也不是專職的網約車司機，是吧？他就是早晚或者什麼時候搞一下，下班了搞一下。
這種对吧？他搞3單是3單，那把这种算到一起啊，是1單，那就意味着好多专職跑的人恐怕一天20單，对吧？就這種，那這個也說明啊，這個平均這個訂單在下降，网約車司機競爭加劇，賺錢更難，賺錢難就有人退出，退出裡面最多的就是誰先退出啊？租車的，因為你一個固定的開支成本呢，每個月都要交的，那你是最靈活的，對不對？所以這些人是最先退出啊。買了網約車的人他沒法退出啊，就自己買車的，對不對？他怎麼退出啊？接着咬着牙跑吧。所以說就是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網約車租賃公司，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是什麼呢？汽車廠家，對吧？一看，你看這國內為什麼銷量下滑？實際上就是啊，這前幾年汽車廠家你也不知道他車賣哪兒去了，實際上都是賣給這些租賃公司了，大量的汽車。而且這些租賃公司很多就是3方合資的，哪3方？汽車廠商、主機廠、出行平台，下面還有一個什麼？這個什麼資管公司，就是類似金融公司、租賃公司，類似這種。這3方合資搞了一個汽車，就是網約車租賃公司。廠家也願意啊，反正我生產車1000輛、1萬輛全部都扔進去，我這要生產出來，我就能对吧賣掉，賣給他了。賣給這個公司，這公司租賃公司的金融租賃公司，他就負責辦這些手續的吧，抵押貸款一大堆的，銀行出錢，車押給銀行了，然後這個整機廠商把錢拿走了，他車賣掉了。那平台為什麼參與呢？對吧？平台也願意參與啊。這樣的話，平台他賺的錢，他提成就多了，他不用說那種的自己帶車去開網約車的這種人，平台扣他20個點。但是如果平台有自己嫡系，對吧？你說這個租賃公司就是平台的嫡系，對不對？他可以把好的單子、大的單子、肥的單子給這個租賃公司，這個租賃公司的這個車就好租，租了這個車的就容易賺到錢，是不是？這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那這樣的租賃公司賺到錢，這平台從這兒又能分一筆錢，這訂單給誰不是給啊？對吧？給你那些個人，我平台也得不到什麼好處。是吧？一樣的這個扣點，我把這好的單子給我自己的這個嫡系，我不掙得更多嗎？所以你看啊，是不是大家都得利啊？這是我，對吧？我打車遇到好幾個啊，他們為什麼租車啊？我說你為什麼不自己買辆車的？買車才10來萬，对吧？跑，对吧？你自己給自己打工，你租車一個月4000、5000的，你說說，我說你買個車用不着啊？哎，他說你不知道，租車經常都是好單子。他說我綜合算下來，租車不比自己買車要差，而且租車還安全。為什麼呢？那車不好不要了，對吧？我下個月不租了，靈活。這就是為什麼好多人還願意租車開啊，因為你租車開，你的大單子才有保證呢，對吧？你自己買車帶車去開，平台啊都接那些不好的活，你看這裡面都有門道。好了，這是一種經營模式，對不对？那現在問題出在哪兒呢？那主機廠商呢，他就玩命的往裡塞這個車，因為它的產量上來了，產能呢，對不對？他要報表要數字啊，我這每個月的銷量要增長呢，要節節高升呢，攀升，對不對？所以他就玩命的往這租賃公司塞，你這個租賃公司不行，對不對？塞不動了，我再成立一個，那麼多廠商都這麼玩，市場是不是飽和啊？立馬就飽和啊，很快，對不對？這不實際上這也是惡性競爭啊。加上訂單一少，那好了，市面上那麼多租賃公司，那車當然租不出去啊。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呢，保險這一塊，因為這個網約車對吧？你天天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這網約車經常要磕着碰着的，那都要上保險。這個保險公司，這個新能源汽車的保險啊，因為網約車基本上都是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汽車的保險是賠錢的啊，唯獨新能源汽車的保費覆蓋不了它的保險支出。所以這保險公司都在卡，一見到新能源汽車就不想給他上，你要讓我上也那行。所以新能源这個保險公司的保費是連年上漲，保費在上漲，這個對那些租賃公司是不是一筆開支又增加了？一個是保費啊，這個還不算最狠的啊，其實這個不算狠，保費增長，你只要市場好不要緊，對吧？他只要網約車司機有單子跑，都能把它跑出來。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實際上最致命的問題，前面說的啊，
什麼訂單的萎縮、競爭加劇、保費上漲，這些都是問題。但是核心問題是致命一擊的是新能源汽車降價幅度太快。我們看一看房地產，房地產不就是因為降得太快，所以好多人弃供弃贷嗎？它降得一快，然後這個房奴啊，他一失業，他沒了收入，他的首付的跌沒了，是吧？这房子不要了，弃供断供，那汽車不也一樣嗎？對吧？這些租賃公司啊，這手上的車本來10萬，一年一過，它只能4萬了，降價太快啊！你不降，你這20你不降，人家新車出來只有8萬了，你這車還能8萬嗎？只能4萬了，对不对？才1年，你降這麼快，銀行受得了嗎？銀行受不了啊！銀行說你趕緊給我補點錢來，對吧？你的抵押物便宜了嗎？那你說万一這個租賃公司他有錢補嗎？他没錢補啊，他本來就是空手套白狼，對不对？你讓我補，那好，我就還貸款。那銀行就說，那要不你就還貸款吧，趕緊把貸款還了。他哪兒弄錢還貸款呢？抵押物一貶值，實際上就是房子一貶值，為什麼房子到銀行去了？業主不要了，对吧？所以說你就出現了很多在網上說我把房子送出去不要了，只求你就還按揭贷款，对吧？不要你钱，把房子送給你，後面的按揭贷款你來接，一個道理啊。网约車這個出租車司機公司恨不得把网约車送出去，對吧？你就還就完了，誰要呢？送都送不掉，所以他只能送到那些停車場堆在那兒當垃圾，貶值貶得太快。不是說新能源汽车不貶值啊，新能源汽车那不管是新能源汽車還是燃油车，它都会贬值，但是你贬得太快，就跟房子降價降得太快是一樣。房子如果说一年只降5%，這叫軟着陸，是吧？你一年降50%，那叫臉朝下，是吧？那叫硬着陸，就這麼區別。網約車也一樣，如果網約車你一年貶值20%，大家都能接受，對吧？就現在正常的家庭轿車貶值。但是你這貶值速度太快了吧，銀行受不了，所以你看源頭又是汽車厂商在打價格戰內卷，对吧？你不降價，人家新車型又出來了，新車型又是升級版，对吧？比你这還便宜，那你說你這車怎麼辦？降價。所以我今天把這道理一講啊，你想一想，這個房地產沒什麼區別，又一個行業被玩壞了，對吧？它最終是建立在末端網約車司機能夠持續賺到錢的之中。這是最根本的，這是最根本，他能賺到錢，出租車公司才能賺到錢，出租車公司才能賺到錢，那整個的鏈條就轉起來了，叫循環。一旦底層打工人的血汗錢被榨乾，龐大的金字塔就會瞬間坍塌。近2年來，隨着就業市場結構調整，大量失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湧入網約車行業，廣東、長沙、東莞、三亞等10幾個大中城市接連砸下運力保預警。網約車駕駛員證的發放量暴增數百萬，但全網的出行需求沒有跟上膨脹的速度，也就是訂單沒有想象中增長那麼快，反而增長已經到頂了。嚴重的供需失衡直接影響了單車日均流水。過去司機一天跑10幾個小時，流水輕鬆600-700甚至800，扣掉租金電費，還能月入上萬。月入上萬，你再給出租車公司交5000租金，你還賺5000，對吧？最起碼的。實際上租車的司機就是北京的租車司機啊，他整個的去掉之後，他到手還能賺8、9千、1萬。網約車司機把租車公司的那個租金去掉，他還能賺將近1萬啊，這就是我了解的。但是現在好像夠嗆了，現在許多司機每天咬牙強跑14個小時，流水卻慘跌到200-300元，扣除充電費和飯錢，剩下的錢連付房租都捉襟見肘。司機們猛然醒悟，自己每天起早貪黑，根本不是在創業，而是在給車隊老板和金融機構無償打白工，甚至還要倒貼血汗錢。但繼續開車等於持續虧錢，大規模的違約退租潮徹底爆發。對司機來說及時止損是唯一的出路。哪怕放棄幾千塊錢的押金，也絕不能繼續承擔每個月幾千的租金的大坑。司機們開始成群結隊的把車扔還給車隊，直接導致車隊的空置率從過去的不足5%一路飆升到40%甚至60%。
浩浩蕩蕩的退租車輛像海嘯一樣倒灌回車队老板的手里。然而，融資租赁公司的賬單從來不会因為車輛空置而停止催收，不管車子能不能租出去，每台車每月2800的金融月供是1分都不能少的刚性債務。一个擁有200台車的車隊，一旦有一半的車擱置在停車場，老板每個月月供是給金融機構墊付的，月供高達30萬元。收上來的微薄租金不僅覆蓋不了債務，連場地費和員工工資都徹底斷供。如果說極高的空置率直接斬斷了車隊的現金流，那麼幾何指數的暴漲的養車成本就是徹底將車隊送入地獄的重錘。新能源網約車作為高強度運轉的生產工具，事故率和出險率極高，導致保險公司和理賠賠付率高居不下。為了防止虧損加劇，保險公司開始對網約車實施無差別的保費暴漲策略。過去一台新能源網約車的年保費只要4000到6000元，現在直接暴漲到1萬甚至16000。部分出險頻次高的車型甚至被所有保險公司集體拒保，這意味着單單是一台車的保險成本折算下來每天就要30-40塊錢。如果算上車輛快速折舊、電池衰減以及高頻的維修保養，車隊老板陷入了先進退兩難的絕境。提高租金，司機秒退租；降低租金，收到的錢連上保險和還月供都不夠。為了苟延殘喘，車隊老板們爆發了慘不忍睹的價格私鬥，日租金從曾經的200一路下砸到100，再從100血虧到80，最後甚至打出了每天50元，按天結算免押金的絕望招牌。然而，極度過剩的市場根本吃不下這麼多車輛從哪兒來的呢？就是整機廠商，對吧？為了它銷量，他就千方百計的塞到這兒來了。而這租賃公司有的最上層的租賃公司玩這一套的，主機廠商還有股份，對吧？還有在控制。我剛才說的3個平台都有股份，再這麼玩，對不對？哪怕每天只要50塊錢，依然沒有司機願意接手。每天50塊錢的微薄收入，甚至連平攤車輛的折舊費都不夠，而背後的金融月供卻像定時炸彈一樣按期炸裂。算清楚賬目後，老板們發現，就算砸鍋賣鐵，也根本填不平這個無底洞。想賣車套現，門兒都沒有，因為這些車輛的產權全部抵押在金融機構手中，在還清所有貸款之前，根本無法過戶。況且跑了20-30萬公里的新能源二手網約車，殘值極低，對吧？它本身就價格就1年下來的吧，沒有什麼殘值了。新車才多少錢呢？市面上只能賣2-3萬元。而車身上背負的金融貸款餘額卻有5-6萬，賣車的收益甚至連抵扣銀行貸款的零頭都不夠。走投無路之下，絕大多數車隊老板做出了最冷酷也是最果斷的終局選擇，直接撕毀合同，將成千上百台背負巨額債務的新能源汽車拖出集中存放在郊區荒地，丟下鑰匙，徹底註銷公司，或者直接斷鏈跑路，把數以億級的槓桿的爛攤子原封不動地甩給上游的融資租賃公司和金融機構。這場聲勢浩大的汽車潮，本質上是一場基於高槓桿、高預期、高壓榨的商業泡沫的破裂，這是龐氏騙局啊！他徹底宣告依靠金融掮客買賣、靠吃租金差價慘賺的粗放時代宣告死亡。當整個產業最底層的勞動者已經無法靠雙手賺取基本的生活保障時，建立在他們身上的所有加槓桿遊戲和暴利神話，都注定會在極短時間內灰飛煙滅。荒草叢中的成片如的網約車，不僅是投機者暴富夢碎的墳場，更是所有試圖在過剩經濟中加槓桿套利的人必須吞下的時代毒藥。實際上我們天天做房地產節目，房地產不就是這樣的嗎？你想象一下如果房租的收益大於銀行利息，那我可能就要買20套房，那就租出去對吧？首付15%按揭貸款1個月1萬，但是我租出去1.2萬，對吧？那這生意都划得來，那大家就以租養貸都去買房，買更多的房，
對吧？那這不就跟那個以租養貸那個网約車租賃公司是一樣的嗎？以租養貸嘛，對吧？網約車租賃司机，然后他建立在什麼？他建立在网約車司機能跑这個能賺到錢。那我租房建立在什麼呢？租客他有工作，對吧？他的收入一個月比一個月多，他不失業，那他就得，對吧？下個月我給他漲點租金，他也得漲。但是現在是反過來了嘛，對吧？這些租戶他沒工作了，他失業了，他找不到工作，他不租房了，對不對？他搬到郊區更便宜的地方，租更便宜的房子，或者就乾脆走了，人不在這兒了，是吧？這個網約車不一樣嗎？網約車當司機賺不到錢的時候，他把車就退給你了，不要了。哎，你這租車公司這車租不掉了怎麼辦呢？最後就像那個在網上，對吧？我的房子送出去，不要錢，不一個邏輯嗎？這些網約車的租賃公司恨不得把自己車送出去，哎，送給你，你只要還貸款就行了，把車送給你。但是誰會要呢？因為你那個貸款還有5萬，你這個車就值2萬，你送給我，你讓我還搭3萬是嗎？那我傻呀，對吧？5萬塊錢我再添2萬，我就買個新的，全新的，对不对？你這車已經跑了20萬公里了，所以你看啊，把這個事情說透了都一樣，你就明白了，這個房地產暴雷，對吧？這種模式的業務都要暴雷，而這個網約車租賃恰恰它就是這模式。我們反過來說啊，要救這些經濟，對吧？讓它不要爆，不要對我們的經濟形成拖累，那唯一的辦法就是救收入啊，對吧？就是救这些碼農，救這些打工的不要失業，不要降薪，對吧？讓這些跑網約車的他能賺到錢，對吧？這在源頭救起啊，這個遊戲才能玩得下去。只要源頭，對吧？不行了，你這遊戲所有類似遊戲都得爆雷，以爆雷結束啊！這是我今天在網上看到很多說很多這個網約車租賃公司都關門跑路啊，有多少行業會像網約車租賃公司一樣，對吧？正在醞釀跑路啊，經濟下行啊，這樣的事情會越來越多，大家見怪不怪。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